NASA 太空人，作者高家辉老师。我自细汉就真喜欢看科学类的册，毋管是动物类，也是外星球的册，我拢真爱读。今仔日要讲的是有关外星的代志。自我高中就读到地球人中落月球顶，阁有收集月亮的石头来做实验，看外星人的存在无。地球人对外星是足好现的。第一个登陆月亮的是美国人，伫迄个年代，即种代志是稀罕的。NASA 的太空人替人类完成梦想。我读高中1年仔的时，有想要大汉了起美国 NASA 的中心看卖。迄时囡仔地的我真正是足想要去 NASA 的。毋过即摆的我看迄时的我，实在有够天真。迄毋是遐尔简单的代志。阁有一个较含的代，就是我有捌想过去 NASA 做太空人的想法，实在有够好笑的。希望大汉了无实现，毋过学会晓台文，来记录囡仔时代对科学的期待，嘛是一件真特别的代志。毋茫我家己阁写出无共款自然主题的文章哦。限伫台文网报第359期，多谢大家收听。